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6月7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健康路一中市场的摊商，目前面对着市府要求拆迁，又阁无任何配套甲补偿的措施。因为法院的强制执行已经要进行到断水断电这步，互摊商感觉真无奈。上午因聚集伫咧市府头前抗议，希望市长听到因的心声。健康路一中市场的摊商，上午伫咧即地因曾经拍拼过的土地上聚集起来，要前往市府表达因的心声。健康一中市场对民国81年底成立以来，进驻的摊商开了300万买下经营，但煞伫咧民国93年，市府伫咧无甲摊商协调的情况之下，将即块土地变更做公园用地。以此为理由，即马要来逼摊商退出离开市场，互因感觉真无道理。上午甲市议员李文静做伙登前抗议。几啊当来拢无听到阮的心声，不睬不理，因为阮袂晓甲恁交集，所以阮是老百姓，所以拢一直无咧甲阮信道。你无要阮不理不睬吼，阮的性命那是性命，阮的生活那食着，我今仔也活袂落，我这条命我嘛无爱。啊，你甲讲正经的啦吼，我希望，毋是我希望你会当甲市长转达。现场也有摊商控诉市府，至今为止每个月拢向摊商收取使用补偿金1563块，但另外一方面，阁要逼因搬走，收钱又阁要赶人走，互因受尽委屈。伊讲换赖市长的时阵做市长的时阵，伊就讲无爱和阮合约，考市长也阁有和阮合约，97年也几因阁和阮合约。啊，赖市长100块钱就无和阮合约，哦，啊无爱和阮讲遐变成公用地，你变成公用地的时阵，你也无甲阮通知，阮菜市也无公布，阮自治会也毋知。啊，你自赖市长做市长的时阵上任，无爱和阮签约，无爱恁就自迄个时阵讲租金莫甲恁收，这变成公用地。哦，啊，当时要拆毋知，若要拆，阮爱搬行。你自赖市长上任的时阵，莫甲阮收租金哦。今仔日要拆，阮就无话讲啦。代表摊商心声的丁正书自救会会长，交由经发局的副局长尹正熙代表接收。这群自救会摊商随后也一路行到市议会，希望伊的问题甲困难也当传达给市议会议员。帮助因行出一条会当生存的出路。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台南市南区健康市场自治会今日伫咧议员李文静的陪同之下，到议会向市长赖清德登情。议员李文静指责市府要将市场变更成为公园用地进前，无甲自治会先沟通协调，才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议员李文静上午率领健康市场自治会到议会登前抗议。议员强调，健康市场伫一开始就是市场用地，摊商也拢依法缴纳税金，但市府煞考虑到营运状况无好，因此伫103年就透过都市计划变更为公园用地。对此，议员指责市府伫变更进前拢无先甲自治会沟通协调，所以现在只会当寻求市长的帮忙。啊！你今仔日你应该爱先讲安置，遮的一寡弱势、孤儿、寡妇后80外岁，看要安怎共照顾。啊，你要处理，你才来处理，大家讲安尼对毋对？咱有哪拜托市长啊，即个会甲咱斗骹手一下。另外，针对宜宾里活动中心被市府收回作为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引起当地里民的不满。因此，市府规划伫宜宾公园以都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的目标使用办法兴建活动中心，但现在却传出当地有无共款的声音，所以市长伫总质询当中也宣布要将这个规划取消。屏东市场本来就无伫宜平里的里内底啦，是因为蔡里长希望
有一个活动中心，因里来找无所在，所以呢，才提供屏东市场可以暂时使用。咱即摆屏东市场已经有较好的用途，本来就伊爱扭出来。对。咱民政局陈局长有也真体贴，是讲无就伫咧宜平里的迄个公园内底起一个活动中心。即款的情形伫台南市足侪所在拢安尼。伊若无爱，蔡理长。伊若无法度通，伊本来是同意因为遴选的过程伊拢是遴选委员。若里面无爱，伊无法度通说服里面。无要紧，咱伫咧遮正式讲，咱即个活动中心咱就取消。就是讲要伫咧公园起活动中心，即个代志咱就甲取消。对此，议员李文静希望市府会当甲当地的里民在好好啊进行沟通。但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议员刘维印针对台南市安平区开3000多万打造的宠物运动园区，因为设施破损，而且环境真乱，要求相关局处赶紧改善，并建议在未来淡南区的公园卖当起宠物园区，提供给毛小孩较侪活动空间。议员刘维英伫总质询自由发言当中指出，安平的宠物运动公园是目前台南市唯一一个宠物公园。伫2008年由公务局完工了后，交由农业局动保处接管管理。但多年来欠缺整理，不但真侪设施严重破损，而且阁有真侪石头啊、甲杂草，亲像天堂路共款，处处充满危机。但是咱看到咱全台南市唯一一个宠物公园咱看到伊的设备老旧，咱看到伊的杂草丛生，老实讲已经变成一个人烟罕至的所在，甚至变成一个环境卫生上的死角。咱看到咱头仔看到的这3张相片，咱就会当真清楚来发现，这个宠物公园其实是无人来管理的。伊看到现在有真侪人拢有饲猫小孩，为着互因有更较侪空间活动，议员也争取伫南区兴建宠物公园。对此，市长表示，需要再请相关局处进行了解，做详细的评估。但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配合长照2.0的政策，有真侪所在拢有开办社区供餐的服务。对此，议员罗美琪建议将供餐的据点甲学校结合，降低成本、降低人力，同时也无需要另外购买设备，呼吁社会局爱积极配合。迈入个人化社会，老大人平常时的用餐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议题。议员刘美琪伫市政总质询当中，就建议将社区关怀据点，也就是供餐的据点，甲学校的餐厅结合。不但会当将菜价压好价，也无需要再增加人力，也就是另外设备。因为学校有这样的厨房设备，那社区里面没有。如果是长照点没有的话，把这些长照点的这些资源跟学校结合，其实第一个我们不会浪费这些财源，因为我们把要跟长辈买菜的钱跟学校结合，那其实可以把菜钱压低，那其实大家吃的可以很好。那第二个是他们没有厨房的地方，学校这个部分可以补足，可以有餐厅，有一个很完善的设备的地方，可以煮餐，然后供长辈还有学校的学生一起使用。社会局表示，配合长照2.0的政策，市府已经在进行配合，但因为有的社区关怀据点有家己的考量，所以并无意愿甲学校结合。会跟他们说有这样的资源，但是就是说这些社区关怀据点的主办单位，那他们会考量，他们自己会决定要或不要，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有一些成本上的考量，可能有一些长辈，那他们在社区里面，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煮的，或者自己自己买菜自己洗菜，他们也是一个健康促进的方式，所以他们会自己决定，但是我们已经都有在做媒合。对此，议员呼吁社会局将对用餐据点甲学校餐厅结合的部分，也要极力来协助甲出行。但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什么这样讲？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国图剧场上盖新的中文音乐剧，伫6月17号、18号2天，将伫台南文化中心上演。当中主要演员曾国成、黄家千等人，为着要向南部的民众推荐这出精彩好戏，上午特别来到台南做宣传，邀请大家做伙欣赏。国图剧场7档后上新的音乐剧《哎呀我的妈》4月7号开始伫北部上演，已经引起热烈的回响，票房真紧的卖完。不过目前南部也阁有1城左右的座位，所以主要演员曾国成、黄家千甲关诗敏特别来到台南宣传，希望用温暖、用切开剧情以及完美的歌声来感动观众。国图居然算是这是梁志明导演的第15部歌舞剧，在全台湾的所有的剧场里面，大概无人出其右，因为要有这么样一个对音乐有这么有绝对的要求、绝对音感，还有绝对专业的导演，然后就能够网罗到词曲的2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形成这个他们3个合手啊，观众就这个合手就这样来了，你知道吗？在唱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是歌舞剧，它在舞台剧上面呈现出来，它是要用说的方式，就跟我们唱流行歌是截然不同。我想说，好，那我就先观察一下，看一下是什么情况，我先把歌练好，然后，因为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妈妈是要怎么样演，然后女儿要怎么样演。重点是他在唱歌的时候，那是他觉得他最会的，对不对？会中文化局副局长马高伟推荐这场有担任级的导演梁志明加音乐创作包比达、陈热荣的阵容，我保证绝对精彩。邀请民众6月17号、18号2天来到文化中心欣赏，而且卡手带紧已经在抢票当中。但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提供学生多元的学习管道，台南市第1间职业试探体验中心伫咧后架国中进行揭牌典礼，也予台南市的基职教育迈向新的里程碑。伫咧活动的现场，机器人用活灵活现的动作、自然的舞蹈来吸引全场的目光，也佫有饮料制作表演，以及四周边白色的单位上所展示的专业电子电机相关应用，这寡拢是为着要让学生会当充分体会并了解家己的兴趣。中学职业试探体验中心就设立伫咧后架国中，由副市长张正元以及教育局长陈小平，也佫有济学校的校长做伙揭牌启用。请揭牌。技职教育是一把开启你人生的金钥匙，注意听了，是金钥匙啊，不是铁钥匙，不是铜钥匙，是金钥匙。那这个也要反转过去大家认为说技职生就是功课比较差这种刻板的观念啊。那我觉得今天这个职探中心的成立，就是一个最好的印证。来证明说，我们大家都注意到这一块。目前，这个位伫后架国中的中学职业试探体验中心，主要以电子电机相关的机器人以及机械原理的初步了解熟悉来教导。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餐饮方面相关的体验。副市长来到现场也亲自来体验，并希望借由这寡实际操作，让学生会当真快乐的动手做。动手学习，也用早来了解、发现家己的人生目标。台南新闻1号采访报道。台南大学甲绿洋科技产学合作，共同研发出细藻土的涂料运用。这项产品不但天然、环保，而且佫防火，
也可会当利用伫农业甲宠物身上，是一种多用途又佫俗的创新产品。细藻是一物性的浮游生物，经过千万年堆积伫海底，演变成细藻土。也因为细藻土有净化空气、隔音、防水、防热的特点，台南大学甲绿洋科技产学合作，研发出会当运用伫农业、建筑、宠物身上的细藻土涂料。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也向大家发表这项个人自主研发的创新产品。细藻土的话，基本上也是有纳米材料的一个结构，而且它是天然的材质。那这天然材质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无害的。那我想待会呢，这个专家讲比较准啊。我们刘世军老师他是化学博士，还有我们这个朱博士也是材料方面的一个博士再加上我们张董事长的眼见我想今天的一个组合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趋势，我们要对我们这个整个环境呢做一份贡献，因此我们希望呢研究这个环保的一个材质。有一个专业团队的协助之外，那我们就是秉持的自然、司法、科学坚持环保，那我们就成立了绿洋开悟这个品牌。那绿洋开悟的意念主要是来自于薛以谦的天空开悟，也就是巧夺天工、开悟成物，它的精神。然后我们去生产优良的物品，那个意涵。那我们的推广就是有关天然环保这个大致的系列产品。创新育成中心进驻的厂商，大部分拢是新创事业，具有高度的研发精神甲技术。看到这届绿洋科技甲台南大学师生合作研发的产品，非常具有创新性。校方也希望透过这届发表会，会当鼓励更加侪在地中小企业，会当甲台南大学合作，导入创新创业的领域。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上午举办教育部特殊学生奖助学金颁奖典礼，总共有104位学生受奖，校长也亲自颁奖，要来鼓励因继续打拼，开创人生的道路。特殊教育奖助学金颁发典礼上午，伫咧这群新生奖的学生弹着乌克丽丽，并唱着感恩的歌曲来开始，展现出因乐观的精神。中华艺术科技大学这届的颁奖典礼，总共有104名新生奖的学生得奖。在咧校方的积极教导之下，因也展现出唔惊困难、打拼学习的意志力。那他们是特别不向命运低头，像他们有时候听不懂他们要录音起来，甚至录影起来，回去反复的复习，考试才能够过所以他们真的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他们对向命运在挑战里面也有一些身心障碍的学生，结果他是奥运长战金牌的选手金牌那他们那个打桌球那他们特别不向命运低头。其实我们健康的人要向他们学习。这群学生依照着成绩，甲因无同款程度的障碍类别，会当得到1万块至4万块不等的教育部奖励奖金。除了对因是一种肯定，也希望这些资源会当帮助因顺利完成学业。在咧活动的最后，校长也带领侪新生奖的学生，将向进梦想的气球放到天顶，希望学生对未来的梦想也会当像这些气球同款自由高飞。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位伫咧东区的购物中心，为着要抢占一年一度年中庆的商机，今年特别看准南科8万多名员工的消费能力，所以甲工会合作推出高回馈，要来服务消费者。对包业者来讲，顶半年最后一档的年度盛事，就算是年中庆。今年为伫东区的购物中心，对6月8号开始，为期20天。上特别的是，除了锁定南科，今年将突破9000多亿的产单，要互南科8万多名员工有11%以上的高额回馈率以外，
一个书法大师王锡贵亲手所写的60幅珍贵的书法创作，谈何魔彩。执行长表示，当然今年除了南科以外，以后嘛将规划甲其他机关团体合作，以满足互相乡亲的购物优惠。当我们这次透过这个南科的这次的第一次的合作那我们想南纺购物中心不只有跟当地的单位，应该是跟多元化跟其他的社团不只是那个像公家机关其实应该也可以合作农会啦、渔会啦，还有公务人员啦怎样优惠给公务人员这个都是我们希望去促成的也是未来的目标。为了抢占今年一度的年中庆商机购物中心所定甲南科合作，也算是头一摆。当然嘛是看准南科员工的消费能力，希望刺激消费，带动业绩行动。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28度至32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6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